林本基金会去年接到台南英雄宫一个篮球队员的申诉，讲教练体罚造成伊受伤，这个教练已经互改聘，后来嘛发现讲哪一个学生受害哦。这个教练家己嘛承认讲伊伤严格咯，也毋过伊是强调讲，当初拢有经过家长的同意才会来体罚学生。他最严重一次是拿码表甩我的背跟头，然后最后我的头就是头破血流。郑平正咧讲，互教练暴力对待过程，这个学生其实已经真久拢无度好好困，规身躯白疼。伊讲2022年歇热时进入南英上港篮球队，因为毋是自细汉咧练，定定对不着进度。8月中，互姓刘的教练骂，阁互伊弹杯仔、鞋仔，甚至甲学生的喙踢垃圾杯仔，一直到去年才甲因老母讲。伤害到现在，学校的态度很敷衍，我现在连一句学校的道歉都没有。学生的老母讲，虽网霸凌已经成立，不过到即马学校拢无出来回实例。人本指出，调查小组咧调查的时，认定有另外4个球员也互霸凌，社会局甲教练罚36万。其实那些证人，他们一开始不觉得自己被霸凌，他们说篮球队就这样啊，这就是训练啊，本来就这样啊，没打好就这样啊。是调查小组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被构成霸凌了，所以才将其中的证人转成被害者。防指控霸凌的教练回应，这个学生伫厝内状况真济，是人家拜托，互伊去球队接受训练，而且父母同意体罚，所有管教的手段，父母拢知影。体罚是经过父母亲的同意的。你有打他巴掌吗？应该不算是打巴掌，可是手挥，不是故意特意去打他巴掌的。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啦，是不能打，不能骂。这我承认，那我就是我错，因为我不适合现在的教育。这个教练表示会接受行政处分。刘伟讲未来应该禁止运动和体育训练的暴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